后来继续来到嘉义溪口的茶林村，有一间庙寺，这届落大雨，雨水淹入去庙寺的仓库，讲真歹处理。大家先用粪斗甲水糊落铁桶，再搁用抽水机啊，甲铁桶的水抽出去。庙方讲加在这个财物无损失，即摆敢若希望天公伯啊保庇，风调雨顺。坐伫咧鱼头的阿伯摕粪斗好也好。 出来甲涂骹积水糊起来，倒入去桶仔内底。啊，那这个所在就伫咧这间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雨来一直落较大，像个某个地方。也积水，这摆落大雨，咱这拢无淹水就对了，无淹水。哦，7月底8月初拢无淹着。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原来就伫咧昨嘉义县溪口乡长南村，因为落大雨落甲真大港，这间庙窗仔门都无法载互庙内底仓库规个积水。庙方先派人将水集中，再搁用抽水摩打甲水抽到路口。这莫打你讲是迄余温遐招来。啊，遐会啦，阮平常时嘛有啦。啊，明阳生菇啊吼。嘿啊，你看内底嘛无法度，你看。希望莫搁落雨安尼啦。莫搁落雨，只要搁落雨，逐位拢无法度啦。直到今仔日透早，涂骹也有小可所在积水，加在无财务损失。庙方人员嘛讲，即马敢若希望天公伯啊保庇，风调雨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